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渔夫妇有的第一次马拉松啊、所以现在你们看后面是不是很多人？哦，很多人啊，所以我们会今天跑15公里，我们会跑完15公里，不用担心哦。所以请为彼此加油，还有请你们做足够的热身，跟跟跟足够的那个饮食跟水分，所以才不会受伤。好，记得在马拉松里热身，还有马拉松后的那个冷却平静暖身也是很重要的，记得大家。Long 明的，so long you sleep already.